今仔日是5日这台北国际凌船锦标赛，今仔日咧伫咧大甲和平公园有比赛。下晡一场正特别的这个表演赛，是由台北市政府队加新长者、视障者，也个有癌症朋友等队伍做伙竞赛，展现出运动边缘。虽然去凌船爱有人扶，就比赛定位前，船嘛还未掠得。这支由脑性麻痹、罕病朋友等成员所组成的挑战季节凌船队，也是发挥十足的运动家精神。行路都有淡薄仔吃力的脑麻朋友张浩君，这届担任鼓手，搁较安怎嘛无放弃这届机会。我会想要努力去跟上大家。如果没来参加的话，我可能一辈子接触不到这个运动。同款嘛是脑麻患者黄一贤讲，爬凌船爱用脚拄，对因来讲较辛苦。不过伊一点也都袂失志，因为参加团队运动对身障者来讲是真美好的经验。我们有缺陷的人，我们脑麻比较可以做的运动，可能都是自己做的，像一些游泳。我觉得团结是这个活动带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启发。由视障者甲陪跑员组成队伍参加，虽然看无，不过也会使透过声音抓到节奏，动作真齐。很多活动我们都是可以参与的，希望大家看到我们来参与，也可以鼓励其他的视障或者身障的人，可以一起走出户外，一起来运动。台北国际凌船锦标赛日正式伫大甲和平公园比赛，下晡举行一场真特别的表演赛，除了身障甲视障者参加，也有年轻朋友组队，甲台北市政府队共同上场比赛。台北市体育局表示，希望透过这届表演赛，展现多元运动边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